台北大巨蛋伫咧启用了后，除了有漏水，也佫有观众席下海等等的状况以外，即马佫有民众发现讲，即个观众席的天棚有壁损，业者是回应讲，迄是表面的漆有逼起，并无结构的问题，是袂影响到安全的。也毋过有民大所认为讲，应该要赶紧来成立评估委员会，要监督业者才有够力。台北大巨蛋启用，去年举办真侪场球赛演唱会，请真侪球迷甲歌迷。啊，毋过有民众观赏演唱会，坐伫比湾看台区抬头一看，看到天棚出现真侪壁痕，引起公安的疑虑。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基础问题，你基础没弄好，你看还会动。对生命财产可能会有安全上的疑虑的话，那还是会特别注意。就可能会影响可能想要进场的一个意愿。是当然。有民众明白表示，大巨蛋天棚有地方会影响进场的意愿。台北市政府是要求远雄会同专业单位赶紧查明原因。已要求远雄巨蛋公司要会同专业单位查明裂缝的原因并且对外说明，务必保持场馆的安全。远雄车砂回形经过工程勘验，是表面涂装壁痕，不是结构型泥棚，未影响结构安全。泥棚岩是演唱会期间产生，后续修补了后，会由结构技师进行整体勘验，确保结构安全。啊，不过，那条民代认为，市府应该检讨大巨蛋的使用规范，要求今年一定要成立大巨蛋营运绩效评估委员会。我们看到台北市政府至今还在为远雄的公安背书，这让市民感到不禁的怀疑，市政府根本就是在包庇远雄。它这个营运绩效的评估委员会我们就可以针对它的营运绩效，那么进行评估。那当然，这些漏水啦，或者是消极作为这个都会纳入评分。大巨蛋过去真侪摆出现漏水、看台油、电扶梯超载停止运作，道省指示无清楚等状况。暂现行认为成立大巨蛋营运绩效评估委员会，应强化监督力头，透过外部专家评分，若远向连续2年无及格，就会被解约。公司记者采访报道。